什么？你什么啦？泡吧。怕吗？我你叶问的，你个一直打10个。哎，拜你啊，拜好啊。这个边的网啊，做济乌龟足高的。好来，第3对不？是啊，昨不是看迄碟啊做的起面啊，对。回啊，哇，咱拢无食到竹笋。啊是哦，哎，你敢若看了，拢无食呢。啊，你这个单位有咱真嗨呢吼，拢互咱看，无互咱食呢。无，给，今摆来去食，好不好？我糖分来一个咧。好了，姐，恁先稍等下，我要找一个最特别的物件。连咪等来啊？哎，连咪等来，我别走哦。没啦，我翕相啦，这风景这水了。哎，头家，头家，哎，啊，你录影啊？来，别，我给你翕相来。来啊！莫讲我拢翕我家己，拢无翕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咧？啊，你们来看我啊。好，可以，赞，随时欢迎这个代志。你到就讲头看靠了这。我找头家啦，头家，这阮姐啊，哎，啊，宝可梦阿伯，哦，你这个靠了这拍哦，这个车的形做了足水。哎，这个车我专用的啦。这碟啊嘛，哎，这纸那边哈，这用这个就是纸那边哈。哎，内底无包物件吗？你无包铁啊吗？包铁啊，做铁尾啦。这特尾就唔免铁啊。啊，我就是讲内底有包呢。啊，这你轻哪有铁啊？哪有铁啊？哎，白你嘛无多嘿，哦。啊是啊，哎，我了解讲你内底一定有铁的咧。这款的物件，这个这个是维管束的植物，是纤维的。啊，所以纤维若卖动去吼，必损拢无要紧。啊，这个的好处就是讲，伊的纤维吼，有迄个。有弹性，哦，天然避震器就对了。哎，是你看它骑马同款，随着它的韵律这样子。啊，你不要骑就跟对冲啊。对啊。啊，也要骑你就哇。哦，大家你真正有够厉害呢，佫真正有够用，佫碳纤维，佫较棒的吼。啊是讲吼，我们来遮要食笋啊。啊，对。食笋啊。系啊。恁佫真巧的，也找到遮来。当然咯。啊，不然遮要创啥？我要互恁食一个足特殊的做法。你安那做？大家特殊你等下食着。你安怎做我就安怎食。来讲啊。要去做，是要去食，要去做。啊，家己做这会使食。哦。对我行。好啊，好。好啦。这就是贵竹笋啊！这就是咱等下要食的哦。啊，是啊。啊，这就贵竹笋。这就是贵竹笋啊！这啦，你看这就是贵竹笋啊！啊，这像这较悬的哈，就是用拗的啦。啊，这拗的。啊，这就是用塌的啦。我来，我把它塌掉。你个塌。用开到车看啦。哎。好，来，快点。拿落去。好，安尼落去。好，来，摕起，摕起，摕起来啊！啊，啥？摕起。啊，这个用拗的。这拗的，拗的。哦。安尼，哎，这是不是按这个来价钱？哎呀，你甲看卖，竹托哇吼，安尼一条扒一条哈。你知影咱台北101大楼吼，就是用安尼设计有无？包起，伊有通安尼无？通安尼。啊，这个竹笋啊。啊，这嘛会当食吗？哎呀，这油的所在会食哩。啊，食这个。哎对，这是安尼也袂煮哦，啊煮的更较好食。我感觉你咧食竹笋，我咧食竹仔的。卖个食，这摕来煮。来，这边吼，咱先来做一寡吼，有同款的。啊，未开始食物件，就爱做工过，安尼敢唔对？你看阿伯你啊，你创啥？哎，阿伯你好。阿伯。这就是竹炭哦，这要烧竹炭的啦。大支的呢？对啊，对啊，祭竹啊。这祭竹啊，嘛就高啊吼。来。哎，这个味足香的啦，足香。啊，这边烧出来的竹炭吼，足特殊的来。来。过来。哎，你这是不是拍茶拍到大只嘞？我这含水力存15趴的，真正是比。哎，去含水力15趴，现在去偌久才含水力才变15%。差不多1个月就会使啦。啊，你去你咧烧，就要烧偌久才有通变做乌炭？伫内底的7天7夜。7天7夜。你后还佫放14天，才会使出油。哎，20，哎，放在内底21天就对啦。哎，烧出来吼，就是安尼。哦。啊。你看铁来咧。对啊。刚铁啊啥？你睇，我做。这个吼，你即摆若甲切一片一片，啊，你就听我甲伊放入水内底。它里面的矿物质，啊，你即摆用1个月了吼，搁用烧水甲伊滚过了吼，沙吼，你若摕出来吼，听我来做啥，你知无？除臭的。哦，除臭。啊，你若要除臭吼，你会甲讲个脆，伊的这断面吼愈济吼，伊的除臭效果会强。哦，竹炭吼，足侪人咧做毛做渣啦。哦，伊就是这远红外线，所以其实吼，你若会当油内底是透气的。
有影哟。伊入去内底拢液红外线吼，甲你的身体吼，哇，啊，毋过你等有烧啊，你冷冷就无好啊。即摆内底拢有啊，拢有啊，所以阿伯身体就好诶咧。哎，阿伯，等下，哦，哎，伊讲，哪有啊你？啊，我烧啊，哪？烧头啦，哎，头家，啊，你也来啊？啊，啊啦，哪有你讲？介绍你你讲内底有温度哪有？你即摆吼，啊，但是是啊吼，你会感觉你的末梢吼，拢开始吼，你哪有水你流安尼吼，你的血流拢你流啊。有寒伫流尔。你讲，哎，感觉我尻川烧烧呢。真是烧啦麻啦，哦，有着的啊。系啊。哦，我感觉烧烧麻麻安尼。哦，安尼你有感觉吼？有啊，我倒出来吼。有啊。好，安尼我人烧啊。哎，会使啊，出来，咱出来啊。安尼会使出来啊。有倒做啊，会使来去啊。来，行。包好啊咧，酸啊包。哎，食看卖啊。来，你，金小金，是不是？哦，你有个牙心呢对吼， ，Q 软，这个海包包我共款，一食起来敢芋圆，乌鱼 Q。嗯，敢有。把皮甲芋圆的综合。可以嘛，是用这个用。好惊诶！哎，这点啦，叫你这感觉搁起来了。这就厉害，我头先去看。笋啊，你讲我笨。你看，用人家的素材来做料啊，主动理。我无放笋啊，啊，那个这酸啊包有放笋啊。啊，这样黑黑的。这啊，你拄啊是毋是有去？竹炭布丁啊，这种是竹炭豆花。啊，你这时代你遮大，你拢互人食这。对，后尾你之前讲有几个品质120几种的碟啊。啊，阮以早阮伫德山就是拢做竹子加工嘛，像你这碟椅啊，哈，啊做竹子工艺品外销，啊慢慢的哈外销就我们就没有人力可以做了，啊师傅也无去啊，啊我们就在20几年前就想说。这个技术要保存，就是把竹子生活化，应用在现代人的生活。第三最重要的，阮最主要吼，就是讲和德山这个碟啊，会当继续有伫这个时代搁个继续传承。头家，来自拍一下好不好？纪念一下这竹林哇，水的哦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耶！